我阁看见有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也无搁有。我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，所以天对上帝降落，已经被万变亲像新娘装塔来听候伊的丈夫。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：上帝吩咐伫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甲因三角举起，因要做伊的百姓。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，搁要甲因的目睭即起拢总的目屎，无搁有死实，也无要搁有哀伤、哀叫、叹痛，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这里就有会讲，我用我满心满意，搁讲你着写伊，因为这话是通实，是真实。搁甲我讲，已经成啦，我是你我甲皇家，是起头的甲落的。我要对活命的水泉，白白无喙焦的人啉，一生的人百姓接的。我要做伊的上帝。伊要做我的囝，若是遐个小胆的、毋信的、可恶的、害人的、淫乱的、行声说的、拜偶像的、甲拢总袂插的人，因的分野是伫迄个用火甲灵黄咧烧的火，这个就是第二摆的死，搁属于22章第50到第7节，无过有迷信。也无欠命顶的光甲日的光，因为主上帝要照光因，也因要做王到代代无尽。佮甲我讲，这话是通信是真实，主就是先知人的神的上帝，有差遣伊的天使，将紧紧的确要成的事指是伊的罗卜。我紧紧到收这本册参悟的话有福气，愿上帝赐福，听他伊的话，来活阳光甲活乐，规矩伊的性命。这粒圣话里要带咱来活乐，伊所要活乐的是歌是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